秀林乡公所办理110年度秀林乡葛玛鲁工艺品行销活动暨摄影集新书发表会，于10月30日及31日在花莲远东百货1楼唯美馆办理展示。展览内容有本乡108年获奖的葛玛鲁文创工艺作品，以及出版的葛玛鲁手册，以及秀林乡摄影集，并在开幕当天进行一枝独秀工艺竞赛的颁奖仪式，分别有国小组、国中组以及社会组。活动现场也办理假日市集，呈现太鲁阁族工艺摊位，并结合太鲁阁族乐舞展演，行销秀林工艺创作及在地的美景人文。非常开心来到花莲市办理我们这次工艺品的行销活动，以及摄影集的新书发表会。它的名称叫 Gmaru 工艺品行销。Gmaru 就是一个美好的意思，希望把秀林乡最美好的工艺品、最美好的大自然，能够呈现在市区这里。文化工作不会等我们清醒才开始，随时我们都要为自己的文化来努力。本所期待透过本次活动的办理，不仅让社会大众感受秀林乡的人文与自然的特色，进一步的能够带动更多元的部落产业发展，为秀林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投入更多的推进力。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报道。